嚟到蒸汽教主。子純元樂，學校好快就會舉行閱讀活動，不如我哋一齊諗下有咩獎品啦？如果有個人物書籤生成 App 俾同學自己印書籤咁就好啦。唔知依個世界有冇工具可以將概念自動生成 App 呢？問得好！大 Sir 取 Sir， 科技發展真係可以將不可能變成可能。你哋可以利用氛圍編程編寫程式，解決你哋嘅煩惱㗎。氛圍編程咁神奇，係咪真係要點着啲香薰嚟寫程式啊？氛圍編程其實係指編程嘅過程裏邊，好似傾偈咁輕鬆咁自然。只要我哋識得用日常嘅用語同 AI 溝通 ，AI 就可以幫到我哋編寫程式㗎啦。就好似呢個用 Gemini 生成嘅程式咁啊，只要輸入指令，編寫一個網頁程式，輸入歷史人物後，可以選擇繪圖風格同名句，自動生成書籤。你睇 AI 就即刻寫好咗啦。只要輸入諸葛亮，下一步就可以俾你揀名句同埋繪圖嘅風格㗎啦。哇！我中意卡通插畫，揀好晒一撳，一張獨一無二嘅人物書籤就生成咗啦！我相信同學嚟到攤位一定好中意啊！咁勁！除咗整書籤，其他科用唔用得氛圍編程㗎？梗係得啦，中文科都有個好幫手，叫作文話咁易，係利用另一個 AI 程式 Claude 去開發嘅。呢個工具可以幫同學做題目腦圖，將抽象嘅寫作構思變做圖像。子純啊，你平時作文咪成日話冇靈感嘅？呢個應該幫到你嘅。好喎，圖像的確可以更刺激我思考。有咗呢個圖像腦圖幫手，我諗下次作文一定事半功倍，得心應手。咦，我見到仲有句子優化功能添喎。有咗呢個句子優化功能，如果寫嘅句子太簡單，程式就會示範點樣加入比喻、擬人法等修辭手法，令句子變得優美。哇！呢個程式教我哋點樣優化句子，咁樣我就唔使成日死記硬背，而係學識點樣寫好文章。所以話科技進步其實唔係要 AI 取代人類，而係要去釋放我哋嘅創意，幫助老師咧就從呢個教材嘅使用者變成教材嘅創作者，而同學咧就可以從被動學習變成主動探索。有好嘅設計理念，只要向 AI 發出精準嘅指令，我就可以整到適合嘅 App 啦。冇錯啦，呢個就係我哋成日講嘅 AI 賦能啦。科技其實係用嚟幫我哋解決問題、提升教學效能、改善生活質素嘅。今集蒸汽教主又差唔多啦，記住我哋嘅口號：日日先一先，醒目實領先，拜拜。